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Win Win Channel，我係主持人黃啟聰 Manfred。咁今次要講嗰張唱片係電影原聲唱片嚟嘅，就係啱啱喺1月份上演咗嘅，叫做香港嘅譯名咧就叫做《原始巨星》。其實咩叫原始巨星咧？原來呢一套戲咧個英文名叫 Better Man。咁啊，Better Man 係咩咧？亦都係 Robbie Williams 一隻好流行嘅歌曲，就叫 Better Man。咁 Robbie Williams 呢一隻碟咧，主要咧就係佢自己一個自傳形式嘅電影嚟嘅。咁香港譯做原始巨星咧，即係俾人哋拗爆頭腦，究竟係咩叫原始巨星？只係佢扮演咗一隻好似猩猩咁嘅樣嘅動物喺個唱片封面嗰度，或者電影嘅海報上面出現。其實咧，佢係有少少自嘲嘅成分咧，係講述到佢自己嘅個性啦，同埋佢喺音樂市場發展時咧遇到嘅種種嘅，譬如俾人哋鬧啊，俾人排擠啊，亦都俾以前嘅樂隊 Take That 咧趕咗出嚟嗰個感覺同埋佢嘅想法嘅。咁其實整張唱片咧係將佢以前嘅歌重新再編排，再重新錄音嘅，而且用咗一個管弦樂嘅電影效果去做呢個電影嘅原聲唱片。其實每一首歌都做得好仔細，好仔細。而且咧，一開始嘅第一首歌叫 Feel 咧，係揾咗一個10歲嘅小孩子咧，佢其實咧好年輕嘅一個嘅男歌手，好細個嘅啫，叫做 Carter J. Murphy 咧，就唱咗佢自己嗰個部分。咁然後咧就再加埋一位英國好著名嘅老牌演員咧，就叫做Steve Pemberton， 咁咧就一齊同佢串連咗成首嘅歌，就開始咗整張嘅電影原聲唱片，而且嗰個效果好好，亦都咧感覺到好似回顧咗 Robbie 喺佢初出嚟嗰陣時嗰個小孩子嗰個思想嗰個感覺。其實成張唱片咧，無論喺選歌方面咧，都做得好精彩，而且用個管弦樂咧重新編排之後咧，個配樂人咧亦都係非常之出色。但係咧係一位好新嘅配樂人，佢咧就係叫做 Beto Sandler。咁 Beto Sandler 咧以前咧只係做一啲嘅動畫電影啊、電視嘅卡通片嘅配樂嘅，而 Robbie Williams 真正可以賞識到呢一個咁出色嘅年輕人，而俾佢擔負重任去做呢個電影原聲唱片，而再加上 Robbie Williams 再重新演繹咧，佢嘅演唱效果同埋佢嘅個性咧都完全表現嘅。咁電影咧喺香港上咗之後咧，就反應咧都唔係話太理想，但係咧其實喺英國咧，嘅電影原聲唱片咧已經係可以去到英國嘅冠軍，但係香港似乎好多人都唔知道，所以咧特登喺度推薦俾大家，唔好錯過 Better Man 原始巨星。其實喺台灣應該係叫做更好的男人，我覺得係仲更加適合。